咱闭慢心来开始今仔日的聚会。选调，看兄弟好好三甲徛起，是何等的好，何等的安乐。这通比拼迄个贵气的油停伫头壳顶，流到喙手就是阿伦的喙手，佮流到伊的衫躯，也通比拼迄文的露水。落伫锡安遮的山，因为伫遐摇花有定着束缚，就是永远的活命。点钟。顶礼拜，咱点大港节即支蜡烛，5万个蜡烛，敢咱搁一摆点着，提醒咱5万个光伫黑暗中照光咱。
和平是上帝赐咱的礼物。行洗礼约翰是一位先知，要求以色列人爱反悔，甲上帝和好，请咱用批判来批判和平的来临。咱点这第二支蜡烛，是提醒咱耶稣是和平的平君，伊的光帮助咱会通甲别人分享上帝的平安。信法兰西斯的基督徒，祈求上帝帮助咱，正做和平的使者，请贵重三角来读。主，求你予我正做和平的器具，伫万有的所在，也听的争取；伫创伤的所在，也赦免的争取；伫遥距的所在，也信心的争取。伫失望的所在，也毋茫的争取；伫悲伤的所在，也喜乐的争取；伫黑暗的所在，也露光明的争取。互我毋是只求人安慰，是去安慰人；互我毋是只求人的谅解，是去谅解人；互我毋是只求人疼，是去疼人。因为阮也未付出的事，已经得到；因为阮也未赦免人的事，已经得到赦免。当阮面对死亡的事，已经重新立定因我。阿门。请咱来吟圣诗182首，我信全能上帝。请咱起立。请咱做伙来念书读圣经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，对圣神投胎，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，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，上天。今日全能的爸，上帝大平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请坐。这是请咱做伙来启用。启用文第61篇，一佛所说的第2章。
恁遮个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，基督促进咱的和平。伊用家己的身躯拆毁，甲因隔开的墙。伊废除犹太律法的诫命甲规律。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敌对。安尼，基督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，予所有的人。通过基督，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外国人。是甲上帝的子民平平做国民，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的地基顶，规个建筑物靠伊来连接结合。请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要感谢你，主你的恩典满满伫阮的桃园教会，也阮特别恳求亲爱的圣神，加倍充满祝福伫阮的顶面。主啊，你的圣神也保守带领，互阮众兄弟姊妹会使彼此合一相听。特别，阮也要为着即个疫情遮尔严重的时阵，主啊，台湾有主你的保守，主你的恩典。阮也为着全世界侪侪的国家受到这疫情的影响，有侪侪的死亡、家庭破碎。为着这个疫情，阮知也有侪侪人的经济上也有拄着真大的困难。主啊，阮知。只要阮来遵探你的旨意，行伫你的心意内面，主啊，你要来医治这个土地。主啊，阮恳求你的圣神来帮助阮，开启阮心内的目睭，也互阮会使看见别人的需要，特别伫这个疫情遮尔严重的时阵。亲爱的主，阮恳求你的保惠，搁一遍来洗清阮的罪过。主啊，检查。阮日常生活中间，侪侪有诶垃圾，无下主旨的罪，阮恳求主怜悯赦免阮的罪过，就着主要所有的保惠，搁一遍来洗清阮的罪过。恳求你的圣神保守阮的教会的正义传导，阮的长老、执事、团契、干部首长、区长的服侍，主你的圣神坚固阮的手所做工。阮所有服侍同工，需要你的圣神来大大充满阮。主啊，阮愿意顺服伫基督的带领，互即个教会，互基督来掌管，帮助阮彼此相听合一。特别为着根治牧师要去即个关仔岭教会服侍，也恳求你的圣神来充满祝福，保守伊，坚固伊的手所做的工。主啊，阮也恳求你。即时也圣神降临伫阮的中间，愿阮的耳朵敬拜，拢会使真做芳芳的者，得到主你欢喜的感纳。即时阮也要特别为着病痛兄弟来献上代祷。主啊，你是万权能的大医生，你是耶和华拉法，你是伊的神，你的圣神来坚固病痛兄弟，互因信心来去掉伫你，来仰望主，得到医治。阮恳求你的圣神也保守阮今仔根治牧师的正道，恳求你的圣神也甲阮每一个三角地的
愿讲的、听的，拢会使来平平得到利益。也感谢你听阮的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尊名来祈求，阿门。咱来看今仔日的圣经是伫哥林多前书的第4章17节到14节到17节。第2位的圣经嘛是伫哥林多的前书6章7节到11节。歹势，你稍等下，我找一下吼。因为我准备着哥林多后书去吼，歹势。我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4章14节。14节到17节。我写这个，毋是要互恁见笑，是警戒恁，亲像我所疼的囝，因为恁踮伫基督，先生虽然讲慢。若是老爸就无这个，因为伫基督耶稣，我捌对福音来生恁，所以我劝恁着学我。因为安尼，我已经找提摩太去恁遐，伊踮伫主是我所疼佮尽忠的囝，伊要互恁记得我踮伫基督的行道。就是亲像我逐所在伫逐教会所教示的。第2位圣经共款伫哥林多前书的第6章第7节到11节。恁有3个的事，已经拢是恁的大失错。啥事毋宁可受冤枉，啥事毋宁可受挂开啊！若是恁竟然冤枉人、乞亏人，况欠这个是兄弟。兼毋知不义的人袂话承接上帝的讲吗？无得错误、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行奸淫的、做娈童的、好男色的、做贼的、贪心的、好酒的、辱骂人的、勒索人的。拢袂得到承接上帝的国。恁中间有人早是安尼，若是伫主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咱的上帝的神已经洗清，已经得到正圣，已经称做义。愿上帝祝福听耶话搁去行的人。这时，请圣歌队来赞美有一件礼物。有一件礼物，你收到没有？
请到今仔的题目是伫基督内的生活方式，请根治牧师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请继续掀开咱手头的即个圣经，上时也摕出咱周报的即个大纲，毋望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，听分享来写笔记。一要分享大先，咱搁一摆做伙来感谢。天父上帝，2000当前，伫巴勒斯坦的即个所在，就是以色列的所在，即个人民活伫动乱、不安的处境下面，人人惊吓。总是天父上帝，当你的圣囝耶稣基督诞生了后，带来互迄所在的人平安、毋忘、甲光明。即个细囝也演算通过伊的门徒、教会，将即份平安、毋忘甲光明遍传伫全世界。总是天父上帝，2020年的今仔日，阮犹原因为疫情各方面的关系，阮嘛面临伫即个动乱、不安的处境下面。愿主上帝你的信心帮助阮，互桃园教会，互全世界的教会，会当互遐了袂信的人得到平安，得到毋忘，看见光明。愿主上帝特别通过今仔日的话语，倒一摆甲阮装备，倒一摆甲阮提醒。主愿安尼往你仰望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一只牧师大声要来问咱一个问题。咱敢有自细汉一下校到大汉，咱食头路的所在来交到好朋友啊无？有嘛，拢有交到好朋友嘛，对无？啊，我相信恁会诚做好朋友，绝对有一寡的即个关键，也是讲原因。检测恁有相共款的兴趣，检测恁有相共款的话题，也检测伫某一个的处境，也是讲境遇内底。恁做伙合作去完成一个任务，所以恁有一个华语讲的革命情感。所以通过安尼，恁诚做好朋友。阮相信恁诚做好朋友有恁的原因，对无？那呢，我要问的是，你甲你的好朋友真麻真合，啊若安尼，你甲你厝内底兄弟姊妹，敢有相共款安尼真麻真合，关系真密切？无一定，有人讲无一定，有人讲有，不要紧。啊，若甲咱的爸母咧，咱甲法度甲爸母是共款，会当用朋友安尼的一种态度，三交谈，啥货拢会当讲，啥物货拢会当讨论。当然，家庭是有准则的啦，嘛有伦理有次序，当然，咱毋茫会当甲爸母亲像朋友安尼交谈，总是家庭犹原有伊的次序甲伦理。伫近来有一个词，是网络的世界非常的流行。即个词叫做同温层啦，同温层，你有听过无？我相信咱拢有用手机的人拢知影讲同温层。啊，即个词当然一开始是咧讲即个大气层内底其中一层嘛。即摆叫做平流层啦，毋是叫做同温层啦。啊，总是即个同温层，即个字眼，互人用来解说讲。一个人手机仔摕起来，通过网络来想要看到家己想要看到的世界，较毋是要来了解真正的事实。我咧讲一解，有人通过网络想要看到家己想要看到的世界，
较毋是去知影讲你必须知影的即个真相甲事实。简单讲，即个同温层讲的是啥物？讲的就亲像是一个人踮伫一个价值观、认知，还是讲立场，甲家己相共款的一个团体内底，逐个人家己伫遐一交流，然后调工去闹交遐家己无想要知影的消息，也是讲遐甲家己的价值观、立场无共款的遐消息，拢当作毋知、无看。这就是同温层。你毋茫通过手机、通过网络，你看到就是你一个你最介意的世界，你认为安尼较好的一个世界，你想袂的世界。当然，我要讲的是，这是网络的世界。总是当你拿手机啊放了，当你离开电脑的时，你甲人面对面的直接甲接触，又阁是安怎？我想，咱每一个人一定拢毋茫讲，咱身躯边的人。上好，拢会当了解家己，拢会当安那包容家己、介意家己，甚至呢，我边的人上好，甲我的个性啊、兴趣上好，拢相共款，日子一定真爽快、真好过。总是实际情形到法度安尼，啥物代志拢上好顺话，啥物代志拢上好，拢互我真爽快，无可能嘛。我毋知恁敢有想象过，讲你若是有一个双生啊的兄弟姊妹，毋知有偌好诶，对无？相共款的 DNA， 相共款的即个基因检测、动作习惯、个性拢会诚近。啊，是讲你世间找着一个，甲你生了足共，啊，兴趣拢相共，你有想象过即种代志无？好吧，我有想象过。无我你想象讲，若是有一个边有一个安尼朋友，毋知影偌好诶。总是我要讲的是，就算讲你有相识啊兄弟姊妹，你有找到一个甲你足共的朋友，敢讲恁之间都拢袂有纷争，拢无冲突，拢袂冤家吗？来，2018年有一块电影，伊是一个纪录片，伊是真实的即个事件。华语或者孪生陌生人，但就是三个生了一模一样的即个生份人啦吼。即个电影，即个纪录片是咧讲啥？伊讲有三个三胞胎，我毋知影三胞胎台语要安讲啦吼，是双生还是三生啊？我就讲三胞胎好啊啦吼。因是毋知影有彼此存在的情形下，来知影讲原来我有两个兄弟是甲我是安那。三胞胎，然后因渐渐来探听，最后因来相找。当然，这个纪录片有讲，因一开始毋知影彼此的存在，是因为因一出世的时阵，就分出去，分互无共款三个家庭来幼稚大汉。就安尼，因三个兄弟啊，三人的代志，通过报纸也是讲杂志来甲因报道，然后媒体宣传安尼下面。哇！这三个兄弟啊，愈来愈有名。因受邀请上电视来访问，甚至因伫电影中间嘛有来演出。就安尼，这三个兄弟啊，三人了后啊，人气有啊，因着合作来开一间餐厅。我要讲的是，因开的餐厅生意实在是有够好的，人为着好闲来看因即三个兄弟啊，就安尼，人计是3连续。总是因三个兄弟啊，做伙做生意，做伙经营餐厅，安尼日子一个久来了后，渐渐安怎？可能对即个餐厅的经营的理念无共，也是讲对代志的价值观，对代志的即个认知有真大的差别。即三个兄弟啊，开始有纷争。有冲突，然后开始三冤家，最后其中一个真生气，就来离开这个餐厅的经营。总是真可惜的是，离开的这位兄弟，因为伊长期受到忧郁症的这个艰苦，所以离开无偌久，伊就来自杀。这个纪录片互咱看去讲，虽然
因有相共款的 DNA， 相共款的基因，因兴趣的运动，甚至是食的薰、教伊的即个设置、习惯动作，拢相共款。总是我要讲的是，因有冲突是早晚的代志。因有冲突是早晚的代志，为虾米？因为即三个兄弟啊，将来都无真正去熟悉对方，去了解对方的美感啦。因只不过相找着，讲啊，咱三个说了一模一样，动作习惯拢要共，都想讲安尼拢无问题。总是一开始有讲，因讲是做伙大汉的，因讲是共一个家庭大汉，拢无共。因真非常的天真，想讲啊，安尼就拢袂冤家。假使讲念三胞胎，还是讲双生啊，安尼兄弟姊妹都会发生即个意见袂合、有冲突，来造成即个纷争冤家的时。安尼我要讲的是，搁较毋免讲咱一般的兄弟姊妹，也是讲咱的同学、咱的同事。啊，若安尼，咱的教会咧，咱信徒之间的关系咧，咱敢是讲教会内底的信徒是咱的兄弟姊妹对无？来，咱看一下咱的兄弟姊妹，啊，他笑一下。较诚实的哦，因为恁挂嘴暗，我拢无看恁有笑无笑。哦，嘴笑目笑，他笑者，相共款啊。咱兼毋是一无共款的家庭大汉，咱的境遇无共，咱受到教育无共，对无？咱成长的过程拢无共，但是为虾米遮尔无共的彼此，今仔日咱会当踮伫共一个所在，做伙敬拜上帝？咱彼此遮尔无共，为虾米愿意斗阵做伙来调祭上帝、敬拜上帝？这个原因是啥呢？接说，咱将这个时间，咱先转去到几千年前，千几年前，就是今仔日咱读的这封批信的这个时代。背景当然就是指哥林多这个城市、这个所在。这个所在有一间教会，咱当然来号做哥林多教会啦，吼。以咱今仔日读的这个批信是哥林多的前书。我要讲的是，这个属灵团体、这个教会，听好会当讲是亲像联合国相共款。是安那？因为这个教会内底的人的组成，是对无共款的国家、族群，又无共款的血统甲语言，因斗阵做伙，然后因是经济、社会经济的地位嘛有真大的差别。有人是奴隶，有人是生理人，有退伍的军人，都有知识分子，都有即个贵族。我要讲的是，即群人彼此的差别，敢有差真大？社会地位差真大，国家血统语言嘛差真济。为啥即群人因会斗阵做伙？原因是啥物？原因是因拢接受上帝听因的好消息啦，因拢接受上帝听因的好消息啦，因拢伫信心的感动下面接受耶稣，成做因的救主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上帝会听，就是互因三甲组织上主要的原因啦。阿门。但你边仔人讲上帝听你。对啊，讲上帝嘛听我，最后来讲，咱爱彼此相听。当然，伊会当听到即个好消息，是有人传嘛，对无？福音无人传，哪有人会知？啊，是谁传互因的？就是使徒保罗。保罗先生就是将福音传互因的人，只是就亲像头拄仔所讲的。如果连双生啊，即种血缘关系遮尔亲密的人，都有冲突会相冤家的话，那呢，搁较毋免讲哥林多教会，即群人彼此非常的无共，
价值观无共，认知无共，甚至因所得到温数嘛无共，搁较毋免讲安尼一个团体会冤家。今仔日咱所领受的圣经节，原本是保罗写予哥林多教会其中的一部分。保罗为虾米会写这张批？原来当伊建立哥林多教会，而且在因有期教导了，伊就离开哥林多教会。总是当伊离开无偌久，伊听到一个互伊足艰苦心的消息。这个艰苦心的消息是啥？教会内底兄弟姊妹三纷争、三冤家、结党分派、互相攻击，而且都安怎将教会内部纷争的代志提起到去外面，叫遐毋信的人来评论、来判断，讲送对、送毋对。保罗听到这个消息，非常的艰苦心，替因着急，心内嘛非常的受气。所以，伊毋若是写批，伊嘛派提摩太转去。一批的内容，保罗爱因来回想，当初恁彼此遮尔的无共，啥恁会斗阵做伙？敢毋是恁拢接受上帝听恁的好消息吗？敢毋是咱拢承认讲，咱拢是蒙恩的罪人吗？咱华语常常讲的，都是蒙恩的罪人啊！咱拢承认，咱拢是蒙恩的罪人啊！为什么咱无法度互相包容，去了解彼此，去尊重，去接纳的？其实，咱若是转去详细来看这个保罗批信，咱当对保罗所使用的字眼，会当感受出保罗伊的情绪啊。检采伊是艰苦心，检采伊嘛着急，伊嘛真受气。因为保罗讲，认为讲，恁不应该浪费时间伫纷争、伫冤家、互相攻击、分派代志顶面。保罗伊认为讲，恁应该爱注目的只有一件代志，就是一品行、一灵性、一行为，成做一位优秀的基督徒啊！一个品行，一个灵性，一个行为，成做一位优秀的基督徒。保罗毋望哥林多教会信徒应该爱注重伫即件代志顶面。若是注重伫即件代志顶面，我还讲你无时间一下冤家，无时间一下冲突。虽然保罗有安尼的情绪，但是保罗是用一种老爸的角色，成做一个老爸的迄个心情，老爸疼囝迄个心情，来关心哥林多教会，来期待讲因会当大汉，因会当成熟。头句啊，咱有讲到纪录片，就是迄个电影内底的三胞胎，无毋对。虽然因三个人有血缘的关系，血缘非常的亲密，总是因都毋是做伙大汉的。因受到无共款的家庭教育，伊互人灌输无共款的价值观甲立场，所以至到因无法度来做真好即个磨合，无好即个磨合，总是甲即三胞胎无共款的事。对保罗来讲，因认为即群哥林多的信徒，虽然因对无共款的国家来，因是无共款的族群、语言、血统，总是伫信仰的学习的顶面，因却是做伙大汉的。即群彼此非常无共的即群人，因做伙对保罗的即个口中来认捌福音，来认捌耶稣，知影伊是救主。因做伙对保罗来得到圣经的教示，伊嘛对保罗的身躯顶看起讲一个基督徒应该爱有的表现、品行甲行为是啥物。上重要的是，因拢伫圣神的感动充满下面，因毋但有温数，因的品格、因的内在灵性，嘛得到真大的进步甲改变。总是今仔日，保罗伫教会陪伴因成长的时，伊表现真好。
总是当保罗一离开的时，伊听到互伊即艰苦心的代志。既然伊无伫的时，兄弟姊妹开始三冤家，纷争结党，互相攻击。啥保罗伊会讲，伊是用一个老爸的心情来咱现场有真侪做爸母的嘛，对无？今仔日你若出去上班，你出去出差，然后你的厝边敲电话来讲，恁兜的囡仔三个冤家，冤家厝边隔壁拢知，你听到会安怎？啊是学校老师敲来讲，你的囡仔是学校安尼，甲人冤家人纷争安尼，逐日斗，你会感觉是安怎？对无？保罗就是用一种老爸母的这种心情去看待哥林多教会，毋望因爱成长，爱大汉，爱成熟。所以归去，保罗伊毋若写批，转来一哥林多，伊嘛派提摩太会当转来一哥林多的教会。若是讲哥林多的即个信徒，因的属灵的程度是国小的话，那安尼提摩太伊的灵性、伊的信仰的程度，就是研究所了。我要讲的是提摩太，伊就亲像是厝内底的大兄，也是讲大姊小共款的即个角色。伊转去到哥林多教会，帮助属灵的老爸保罗来引带即群小弟小妹。总是恁绝对听了真奇怪，因为提摩太伫教会内底年纪是大还是小？是小，安尼凭啥物伊做属灵的大兄甲大姊？今仔日咱讲属灵长辈，我想更较重要，毋是咱的年纪，是咱的灵性有成熟无？我们灵性是否成熟？这会当真做人的属灵长辈。所以当提摩太转去的时阵，伊会当按遮的小弟小妹来分享讲，伊家己信仰成长的一个经历甲过程。相时，伊嘛通过即个批，互遮哥林多的信徒讲，虽然即个批内底保罗对恁责备，字眼无好听，对恁足歹，总是这就亲像老爸对囝的疼惜共款。毋望恁会当得到责备来大汉，来成熟，来回头。当然，哥林多教会得到提摩太转去的帮赞。因来学习安那彼此包容、和好、互相接纳以外，其实提摩太伊嘛爱担任一个角色，或者监督，或者监督。可能听到监督这个字眼，咱会想讲，有遮严重吗？有遮严重吗？需要监督？啊，一句话，咱看咱边仔的人，咱甲看者，敢是大家拢大人大种啊？有无？有没有大人大种？有嘛，大人大种啊嘛，都有需要人监督吗？啊，咱拢基督徒啊呢，都有需要人监督吗？这是要讲到哥林多这个所在的这个环境。哥林多伊是一个大的城市，一当当时是一个国际的贸易的中心啦，国际贸易中心。所以做生意的这个商船，还是讲商队，拢会聚集伫迄个所在，还是讲你要经商，绝对会经过迄个所在。所以，这个城市伊毋但是贸易的中心，伊内底嘛充满真侪娱乐的这个项目、娱乐项目啦。啊，总是直接讲娱乐的项目吼，你可能头壳你想讲儿童乐园，还是游乐区，对无？我来讲，哥林多这个所在的娱乐项目是啥？你敢知？跋筊甲色情的行业啦，这是因所充满的这个娱乐啦。哥林多教会就是踮伫安尼的一个处境、一个环境下面。过去哥林多内底人，嘛是有人过伫一种放荡、凊彩的生活。虽然因后来听到福音，信耶稣是主，因嘛有洗礼。总是我要讲的是，生活伫安尼的环境，引诱甲试探实在真大。不免有人会跋倒，不免有人会失败。都转去到原来的这个生活。当然，我知影，咱的信徒
绝对会答牧师讲，牧师无可能，我无可能处理迄种跋筊甲失情的即个场所。啊，今仔日圣经写的遮个歹的行为吼，牧师你放心，我一项都无去犯着，一项都无去犯着。总是兄弟姊妹，这是21世纪，即个试探甲引诱，会用无共款的方式出现伫你的身躯边，出现伫你的生活的中间。来，恁中间送无智慧型手机的，你无哦，你无智慧型手机的。好啦，迄老大人是大人。也资深的年长的人就莫讲啦吼，咱遮人一支手机对无？我问你，你点开，你要看啥拢会使，敢毋是？你要看啥拢会使，敢毋是？甚至我要讲的是，你即马要去攻击一个人、伤害一个人，你敢有需要用拳头无？你着安尼点开啊留言啊用一寡图片，你会当去攻击一个人。四个字嘛，怀讲的网络暴凌嘛，网络霸凌就是安尼嘛。迄种的杀伤力比你用拳头要人拍搁较大。你只要人留言，还是讲用一个图片人攻击，检查人过无几工，就家己去自杀啦。敢毋是？安尼重伤是搁较大的。咱讲咱无使用暴力，讲真正无，讲真正无。讲到即个失情的即个环境，还是讲行业，其实哥林多即个所在，失情的行业甲拜偶像有关系，因为因拢拜女神，啊，即个女神的庙内底有安那一寡庙基，你只要完成即个仪式了后，你可能就甲庙基来发生关系。总是你敢知影，当时的拜偶像，甲做生意嘛有关系。做生意人就是要去庙内底，要做生意进前，当生意进前，去遐祭祀，去遐敬拜，然后一遐啉酒，一遐欢喜。啊，你做生意是有关家己的利益。哥林多教会信徒伫面对安尼的挑战，你为着你的生意，你愿意你去庙内底甲人参加祭祀嘛？然后甲遮个庙基发生关系嘛？但是你无安尼做，你有法度甲人做生意无？安尼讲听有我的意思。你若无安尼，你就无法度甲人做生意。这是哥林多教会面对上大的即个试探。总是来到21世纪，我要问的是：咱敢有可能为着家己的利益，伫无中伫的中间来拜偶像？你会讲牧师无可能，我无可能走你去庙内底拜偶像。总是牧师要来讲，偶像无一定是庙里，只要有一项物件踮伫你心内，较引你注目伫上帝，迄个物件就是偶像啦。主动你来亲近上帝，主动你祈祷，主动你读经，你为着这项代志开真济时间伫遐，互你无法度来亲近上帝，迄项物件有可能就是你的偶像。拜偶像，或者属灵的淫乱啊，属灵的淫乱。所以咱来到21世纪，无毋对，你会甲牧师讲，牧师，圣经写的这个歹的行为，我一项都无犯。总是我要甲咱讲的是，咱的挑战，咱面对的试探，是用无共款的方式出现伫咱身躯边，伫咱的生活的中间。检查咱常常会伫无中伫即个情形下，家己做歹，家己毋知，甚至是咱身躯边的人嘛无感觉。总是上帝拢看伫眼内，上帝拢知。主耶稣嘛伫天顶为着咱来甘苦心，主耶稣嘛伫天顶的宝座为着咱来代祷。主耶稣要看的不只是咱的行为，主耶稣看的嘛是咱的内心。所以期待咱通过今仔日的经文，咱得到提醒，得到教示，期待咱会当明白主耶稣的心意，然后照耶稣的心意来生活。对内，咱会甲上帝有一个合意的关系。这个合意的关系是啥物？
这合约的关系就是通过咱甲兄弟姊妹的三听来建立。对内，咱必须爱甲兄弟姊妹的三听来建立即个甲上帝合约的关系。对外，咱的生活必须爱有见证，通过咱的行为、咱好的品行，咱爱来做见证。见证啥物代志？见证咱所信的主耶稣基督，确实带来咱生命的改变甲成熟。最后，咱若是愿意做教会的属灵领袖，咱在一灵命顶面有增长、有成熟的表现，安尼才通成做上帝要使用的器皿，来利益的众人，来荣光上帝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通过即个大港节期，阮拢咧备办圣诞节逐种的即个活动、节目的即个筹备。阮毋望阮的节目会当吸引人，总是天父上帝，求你的信心帮助阮。不只是阮的节目会当吸引人，就是阮每一个信徒的性命，拢会当吸引人。恳求天父上帝，互阮伫筹备即个圣诞节期即个活动的过程中间，阮犹原无忘记通过祈祷、读经、灵修的生活来备办家己。当遐个无信的，还未认捌信仰的人进入到教会的时阵，咱的生命拢有一个澎湃，互人欣赏，吸引人来认捌即个福音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愿主上帝帮助阮，互阮抓到即个圣诞节期重要的根基，照安尼来行，照安尼来传。愿咱向你祈祷恳求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咱做伙来吟圣诗520首，至圣的天父，求你阿落听。请咱起立。请坐，即时来奉献。请
美珠执事甲传军执事。即是来报告，请咱先来念今仔日的经句。若一体受苦，百体同受苦；一体受荣光，百体同快乐。格林多前书12章26节，请。若一体受苦，百体同受苦；一体受荣光，百体同快乐。格林多前书12章26节。若一体受苦，百体同受苦；一体受荣光，百体同快乐。格林多前书12章26节。请咱来看咱的周报的即个头前第一页，就是请咱有服侍同工，请咱注意咱的服侍。第二页也是咱的团契做的时间，请兄姐来看。第三页是咱的奉献的明细，请咱兄姐来看，若有毋对的部分，请按中一来更正。消息报告。今仔日是大讲节的第2主日，咱有请即个社青团契，因来点即个和平的蜡烛。第12月份的第月的中日。张乐是李文贵长老，陈淑元执事。礼拜天这个拜六是单寿感，迄个礼拜日是黄天义执事。第三，咱伫下晡的1点，要伫701的会议来召开即个2021年的即个上半年度的事工的协调会，甲咱12月份的定期中执会。请咱的中职甲团契首长来出席，咱会后要来刷开小会，请咱的小会员出席来参加。下主日，要为着普世圣经纪念主日，咱有即个请即个典狱主牧师要来咱的教会请安甲报告。
请咱为即个事工来代祷甲奉献。大港即个第3主日就是请即个建成因的家庭来点第3支喜乐的蜡烛。伫下主日下中昼，由要召开着关怀部会议，请部员来出席参加。小会消息，即个教会的防疫新生活规范，就是咱进入教会的时阵，请兄弟一定爱来戴口罩甲量体温吼，请咱兄弟大家来配合。教会消息就是咱圣诞歌的登记到今仔日的截止，吼，遮咱请看者有真侪无共款的口味吼，有迄介绍，若有要来订圣诞歌的，请咱到即个6楼办公室，咱的即个祭堂干事来登记缴费。教会的乐龄关怀据点，时间是伫12月9日，就是拜3的透早9点，地点是7控1室，咱欢迎社会的长辈吼，少年团结来参加。告解消息就是平安七月节这个 CD，咱欢迎兄弟大家来摕吼。其他的消息就是桃园的土条护助社，要伫12点，要伫7控1室来召开着互助社理干事，请理干事来参加。这个这是要来举行12月份的庆生会，我请念着这名单，请兄弟来到台前。王文辉、梁林雄、何怡珍、何义婷、陈六柱、林炳宏、林雪梅、陈浩然、吴敏娥、陈各明、陈崇正、左显龙、林明辉、陈明福、曾美云、简美清、吴碧珠、杨素秋、李秀媛、郑树彤、郑美月、赖碧儿、郑茂松、赵美珠、黄家珠、齐静文、何飞士、黄庆龙、吕淑霞、高鸿祥、黄庆彤、郭晓薇、朱建志、谢旭升、郑凤阁、李维华、林雅景、胡泽兴、杨伯君、陈伟林、吴秋明、苏俊雄、马建庭、钟安妮、尤允约、刘家韵、蓝条金、许瑞明、李伯清、吴静怡、林梅君、沈雅莹、刘家韵、吴志伟、万代文、林博宇、陈怡婷、黄玉汉、李其良、薛秀香、陈怡轩、罗佩文、黄丽菲、郑欣怡、赵文荣、庄巧玲、蔡美娟、邱红石、叶家珍、潘吉伟，请念到的会使来到咱的头前哈。咱来唱一解生日快乐的歌，带因庆祝。好，咱做来做祝福的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我会当来到世间，乃是你的美好安排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手赐予阮性命，嘛予阮有健康的机体，来享受你所创造美好的这个世界。特别爱感谢你的是，阮伫世间会当听到福音，一信心的感动下面来明捌主耶稣，这是阮一生上大的礼物。主上帝，阮感谢你。特别今仔日，阮庆祝祝福12月生日的这兄弟姊妹，愿主上帝继续保守因头前信仰的路程，有主你的赏赐、看顾甲保守。特别一因庆祝生日的中间，也将这个喜乐会当分享予伊边的人。主上帝，
阮将今仔日生日的遮个兄弟姊妹头前的路程，全然交托伫你的手，求主你亲自来甲因引带。愿来向你恳求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做伙大声祝福讲：祝你生日快乐！下面就是迄个2020年咱堂教会圣诞节的系列活动，请咱兄弟来注意这个时间表吼。下面咱要请团队来补充报告。大家平安吼。咱首先咱要来介绍今仔日的新朋友吼，有一位叫做许美惠姐妹。好，请坐，欢迎你来同教会吼。另外有2位是应该是陈世清的爸爸跟妈妈是无？李丽花姐妹甲陈次郎弟兄。请坐。好。过来，我要介绍一位是，即礼拜因要举行即个结婚的感恩礼拜，乃兴弟兄，好，请坐。伫12月12吼，就是即礼拜啦，乃兴弟兄。乃兴弟兄甲雅芬姐妹爱举行即个结婚的感恩礼拜，请大家甲因带到甲祝福啦。好，然后我要搁一摆来介绍，咱已经熟悉足久的今仔日的讲员，陈牧师。好，咱真感谢牧师今仔日给我带来即个真美好的即个提醒甲分享啦吼。好，以上报告。请咱来吟上咏第394首，这是礼拜伫要煞。咱吟诗宣言，请慧智牧师。请咱起立。只是礼拜伫要煞，咱的人生通是山，心肝伤伤三到八，茫茫记可自备，若日所谢你，大行教主所把事，属龙共享家法好，家堂满足保护，现在有时受艰苦，顿问我可主照顾。恳求天父是恩惠，得到信心大安慰，见过一个那变故，亲像恶因多回路，世间甘苦是情，变动安乐应福气。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信息相通引带，甲阮每一个人三角地地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
请坐。田甲跌倒。平安礼，请咱起立，咱的厝边来讲，耶稣听你，愿你平安。